母遮尔糊涂，物件买煞，也袂记你讲囡仔也袂上车，就做伊离开。南投这老母驶车去买卤味，买煞就驶车做伊离开，无发觉讲查某囝还阁伫咧店里。卤味店的头家娘看到细汉囡仔，赶紧就出去，嘛烦恼囡仔发生意外，万不离无张持，赶紧甲囡仔安搭伫店内。热心的民众斗相共咧人面册社团铺文，叫老母赶紧来接囡仔。落尾手老母才发觉囡仔无伫身躯边，赶紧联络店头家，甲囡仔平安接倒转去。 注意！伫咧面册社团顶悬紧急来打出广告，讲有一个家长伫咧虎山路买卤味了后，就离开。毋过伊的囡仔煞还袂上车，希望这个糊涂家长看到答案会当紧转来接囡仔。普文一个打出来，阁互网友看甲戆去。有人讲，这个妈妈敢真正是忝啊，嘛有人讲心境遮大条，囡仔都还袂上车咧，伊家己就先走。阁有人大图来甲哭诉讲，我还袂上车咧，这网友笑到要害去。 不过到底是安怎，哪会甲囡仔甲放袂记哩咧？妈妈买完，然后我老公刚好要进去，然后就看到那个妹妹冲出去，然后去追那一台车，然后去把她抱回来。卤味档的头家亲身来讲互你听，来甲讲这个代志经过。讲迄天有一个妈妈，伊买卤味买煞了后，开车就随走去啊。这个时阵，就看到一个查某囡仔伫咧车后壁一直咧尿，伊哪哭过哪化忧。头家烦恼讲路的车遮尔啊济会有危险。 就赶紧甲人甲带去店内底来安搭伊的情绪。即当阵才知影讲，原来是妈妈袂记哩甲带走。边仔热心民众看到这个情形，除了帮忙来搭报警以外，嘛伫咧面册社团铺文讲，希望大家来斗相报。他说，因为妹妹她喜欢在车上玩躲猫猫还是什么的，她是说快到家的时候才发现说妹妹怎么都没有回应。事后，这个妈妈才发现讲，哎哟，因查某囝哪会无看呀，真烦恼。 就随联络这个店家，大约差不多是20分钟左右，才平安甲这个查某囡仔甲接转来。不过妈妈嘛有解说讲，因为因查某囝真介意伫咧车顶耍这个电棒腰，唔知影讲伊嘛要落车，才会发生这项的代志。不过网友也是希望讲，这个妈妈唔通过这糊涂啊，腹肚甲囡仔上头就拢爱甲顾好势才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